六千松波第3课。你妈躺침낙太阳与阴影。쇼바니마 셔네 셔키月早晨太阳由东方升起。굿모니마 눈에 입기 제傍晚太阳由西方隐没。니마라垂躺为4千波月太阳有强烈的温度与光芒。니마 닝모마도 세모라 통키 마제除了在白天，夜晚时看不到太阳。니마니 점링레信赌切瓦人太阳比起我们的世界来还要大很多。니마탕 점링니 베시케 고네切chung 두르나太阳和世界二者透过比喻来比较大小的话。니마니 강제 볼로점约本恰辖鬼把糖太阳呢，就必须比喻像足球一般。점링니 세메 리부점约本恰辖鬼而我们的世界呢，就必须比喻成豆子一般。니마라为4千波月长미기 테이크르다 미토바인因为太阳有强烈的光芒，所以眼睛无法直视。니메维拉电内让你做西南堂依靠太阳的光芒，我们自己行走的路。加拉南塞布罗通托以及很多东西都能清楚看见。温波通瓦拉尼梅维尼美土米容瓦吸引。关于看见事物，阳光是不可或缺的。维基总控啦尼玛躺梅洛介远。光的来源包括太阳、火以及雷电。提以囊内尼玛尼做窝影，其中以太阳为主。今那尼尼玛躺打瓦躺落，受给维拉电内琼瓦影。而阴影呢，则是依靠太阳、月亮以及雷电等等的光而产生。吉玛尼细微让心坚影，影子本身具有清凉的自信。伊尔卡擦瓦约北隆巴拉，夏天在炎热的地方。미남 신동키 지메 어두 되기제人们都会待在树荫底下。지메 입속이 체총 차체니至于影子形体的大小比例。쇼바탕 공모로 링와탕宁宫通土卓瓦营。早晨和傍晚时会比较长，而中午则会变得比较短。解决几种称替换练习。
卡这一种空啦，卡这堂，卡这借阅。什么的来源包括什么、什么和什么。维基种空啦，你妈堂梅洛借阅。光的来源包括太阳、火以及雷电。注意种空啦，金巴堂切拉巴卡瓦借阅。水的来源包括云、雨以及雪。洛基种空啦，秋树堂美树龙树借阅。电的来源包括水力、火力以及风力。谢加一种空啦，被恰堂给根录扎借阅。知识的来源包括书本、师长以及学校。卡西尼、卡西堂、卡西拉丁内琼瓦营。什么是依靠什么和什么而产生？请那尼妈堂达瓦拉丁内琼瓦营。阴影是依靠太阳和月亮而产生。出姑尼阿帕堂阿玛拉丁内琼瓦营。小孩是依靠爸爸和妈妈而产生。这布尼九堂建拉丁内琼瓦营。果是依靠阴和圆而产生。却他们见你贤堂恰拉丁内琼瓦营。一切法是依靠他人和部分而产生。凯瑞尼凯瑞以让心坚引。什么本身具有什么的自信？请玛尼西微让心坚引。影子本身具有清凉的自信。尼玛尼楚杯让心坚引。太阳本身具有温暖的自信。萨尼萨醒特北让心坚引。地本身具有坚实的自信。去尼勒醒希尔伟让心坚引。水本身具有流失的自信。梅尼擦醒塞北让心坚引。火本身具有暖炽的自信。隆尼阳醒右尾让心坚引。风本身具有轻动的自信。米南卡热伊卡热伊丘卡热拉对基热。人们都会待在什么的什么地方？米南新东起奇美欧度对基热。人们都会待在树荫底下。米南强汤起扎汤起颠土对基热。人们都会待在藏北的草原之上。米南洛这边最康起囊啦对基热。人们都会待在学校的图书馆里面。米南拱北拉康起短土对基热。人们都会待在寺院的大殿前方。七色的生词。你们太阳 Chimnak
阴影。熟吧，早晨。西儿，东方。西儿瓦，西儿瓦，升起，出现。拱摸，傍晚。Nope， 西方。Yip， 隐没。垂，温度、热度。Visir， 光芒。千波，切瓦，大的，较大。凝摸，白天。Madok， 除了。千摸，夜晚。通，看见。怎拎，世界南瞻部洲。信笃，十分，非常。被，比喻。凯这以狗内，透过什么的方式？切chung，大小。嘟噜啊，嘟噜啊，比较，比赛。刚这波罗，足球。增，大约。恰狭，举例。鬼把，必须。先吗？豆子。里布，颗粒。长，所以。mik， 眼睛。taker， 直接。大瓦，大瓦，看，观看。mitup， 不能。你妹为，阳光，日光。凯瑞拉丁内，依止，依靠。让你，自己本身。左西林，行走的路。加勒克，物品，东西。num， 许多。西波，清楚。微波，事物。美土米容瓦，不可或缺。窘控，来源，出处。煤，火。lock， 雷电。提引囊内，其中。作窝，主要。打蛙，月亮。soak， 等等。请吗？影子。西蛙，清凉。
让心本质自信，兼具有者。Yerka 夏天。擦哇炎热。隆巴地方。新东树木。Ipsuk 形体形色。恰切大小比例。人瓦比较长。拧弓中午。通土着变短。